即马两岸的网友常常伫网络顶拍自信战，有一个若像是中国的网友，伊抛出真侪，包括咱国空军的防空基地、甲飞弹的基地，而且甲部署虾米款的飞弹、详细照片拢写出来。学者表示，虽然这拢是透过公开卫星的资讯来推测的，毋是讲真重要的军事机密，毋过嘛提醒国军都爱提防。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车上发布查到共计4只、共6只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甲处理。中共毋但派机舰侵扰台湾，也一直收集国军的情报资料，并且就有两岸维持情报战。有网友伫面书粉专也上情报分析 IMT， 分享比对中共黑旗军的子弟，引来中共注意。一个敢像中国网友用简体字来发文讲到空军防空甲飞弹指挥部新建立791路新德关西基地。791路642营2连屏东万金基地，791路新德湖口飞弹基地，点名各基地拢部署用21攻略飞弹，公布基地空照图、详细指标、飞弹发射车库，引发注意。特别的这个紧张情势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做这个机动部署等等。那这是国军目前有的这些部署的方式。那现在很多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我们这个在这个基地周边，它其实都完全无设防。那它有没有可能作为这个军事情搜的手段？这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对民间互相公开军事基地，学者讲，双方拢是用公开卫星图的资料进行推测，更加机密的军事设施比泄露可能性较低。不过也提醒国军加强欺骗敌人的手段，尤其中共可能利用加开道卫星、无人机试探军情，咱拢爱有机动部署这反制手段。另外，各自的 IDF 战机近年来完成性能的提升，会用载这个万箭弹强化对地攻击。国军拍算阁强化以打击范围，展开挂载空射型用山飞弹的测试评估，规划加用山飞弹外边的两具加热气铁图，飞弹体也小可减重。等于说你什么都不挂，就挂这2颗那个雄三飞弹上去以后，或可能再加挂一个自卫的这个缠斗用的飞弹，那你这个飞机的这个作战效益到哪里？它可以挂个这2颗雄三飞弹上，结果上去飞可能不到半个小时，飞机就必须要返航落地。那完成这件评估，会大幅增加 IDF 对中共军舰的精准打击能力。不过专家讲 ，IDF 挂载2粒减轻的雄三飞弹已经达到上大的载重，是不是影响作战成效也会观察。记者综合报道。